各位標迷大家好啊，我係阿 Ben，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。今日咧，阿 Ben 咧會同大家介紹咧浪琴康卡斯計時42mm 系列。呢個系列咧集合運動同優雅於一身啊，一共咧有5個款，我哋逐隻欣賞下。睇片之前咧，記住 CLS 啊。浪琴康卡斯系列咧自1954年面世，係運動同經典嘅完美結合啊！呢5隻錶咧，全部都係咧42mm 嘅錶殼，搭載 L898 自動上鏈機芯，動力儲存咧有59個小時啊，有呢個計時功能，仲有100米防水同埋抗磁功能啊。錶帶咧係不鏽鋼，配翻個按壓式嘅蝴蝶扣，戴起嚟咧又舒服又穩陣。咁第一隻咧，我哋睇下呢隻 L3-835-4926。太陽紋藍色錶盤配翻個藍色嘅陶瓷圈，呢款藍色咧好有層次感啊！喺唔同光線下咧會有唔同嘅變化。而第二隻咧 L3-835-4026呢個款咧就會做出個對比色啊，銀色嘅錶盤配綠色嘅計時圈，襯埋綠色嘅陶瓷外圈啊！嗱，呢個配色咧就好有個性啊！嗱，而第三隻 L3-835-4726。呢隻嘅顏色配搭咧就會比較經典少少嘅銀色錶盤啊，配呢個黑色圈啊，設計簡約大方啊，啱晒中意咧低調嘅你啊。而第四款咧 L3-835-4326，阿 Ben 自己咧最中意呢個色啦，香檳金配呢個黑色圈啊，咁啊有少少似 R 字頭嗰隻余文樂嘅，咁啊。隻余文樂就太貴啦，咁我買隻浪琴康卡斯咧都唔會失禮你。嗱，而最後一款啦 ，L3-835-4986啊，銀色錶盤撞藍色圈，咁呢一款咧同頭先銀面撞黑面咧比較相似噶，咁啊兩隻色就爭少少嘅啫，咁啊低調嘅話咧就中意黑色啦，如果中意有少少個性嘅話咧，咁啊藍色呢隻都 OK 好睇嘅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嗱，總結一下啦，嗱5款康卡斯計時錶啦，嗱各有特色嘅5隻款咧，公價咧都係一樣31,200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就 WhatsApp 俾阿 Ben 查詢下優惠詳情啊，或者有時間咧就過嚟我哋尖沙咀門市咧試下戴下上手，感受一下咧浪琴計時錶嘅獨有魅力啊！好啦，今日嘅介紹咧就去到呢度啊，各位錶迷，你哋又中意邊一隻款啊？留言度同我分享下啊！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支持我哋嘅頻道，下次再同大家睇下更多靚錶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